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文化参赞李参赞和夫人，你们好！尊敬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春之声粤剧园海外行纽约站的演出已经拉开了序幕。我是海外粤剧联盟的首届主席辜素斐，也是本次活动的总导演。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演出，能够体现我们海外粤剧人对粤剧的深情，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演出，能够让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们能够牢牢记住我们文化的根，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粤剧经典，弘扬戏曲文化，是我们海外粤剧联盟的使命和担当。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演出，能够让我们的华人有更大的凝聚力，能够提升我们中华文化的向心力。感谢大家，也祝愿我们的演出能够得到圆满的成功。现在我们就有请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文化参赞李参赞上台和大家讲几句话，掌声有请。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本次活动的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和各位协办方，谢谢你们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谢谢。那么今天的活动将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名家名段经典演唱，下面一个部分是纪念粤剧宗师许玉兰大师的演出活动，是《红楼梦》的经典。现在我们掌声欢迎李参赞。